大家好，我係 April，今集就繼續介紹沖繩美食。上一集就介紹咗和牛啦，今集就會主要介紹一下邊度有海鮮同埋居酒屋。沖繩咧我就去過4次噶啦，記得第一次去沖繩嘅時候咧，就即刻衝去嗰啲乜乜漁港嗰度食海鮮啦，諗住新鮮啲啊嘛，但係感覺咧就非常之中伏啊，所以咧我就唔會推介噶啦。第一間我想介紹嘅咧就係木利之銀翅，呢間係我日本朋友介紹我食嘅，佢哋嘅刺身咧真係好新鮮，同埋價錢都好平，就好似呢一盤刺身咁啦，成盤刺身啊都係1880 yen 咋，即係圍埋港紙大約100蚊左右，一次過可以試晒5款魚生，刺身都好新鮮添。仲有呢個海膽汁焗生蠔呢，我都好中意食，次次嚟到都一定會嗌呢個噶。我中意呢間餐廳嘅原因呢，係因為個裝修呢都好有氣氛啦，食物款式種類都多，而且價錢都好平。而家落單呢都可以 QR code 落單，仲有埋中文 menu， 非常方便。另一間要介紹嘅呢，就係魚屋直營食堂啦，呢一間呢，我都係第一次嚟食㗎咋，但如果下次再嚟沖繩呢，我一定會再返嚟食啊。餐廳環境呢都充滿住海洋嘅氣氛，大部分嘅客人呢都係當地嘅日本遊客，不過好彩佢哋都有中文 menu 可以輕鬆點餐。而我嚟呢間餐廳嘅目標就係要挑戰呢款超級無敵魚生飯啊！大碗魚生飯可以一次過俾你試晒16種唔同嘅刺身，價錢仲好抵添，圍埋都係港紙100蚊左右咋。如果大家有機會嚟食呢，一定要加多50 yen 轉呢個醋飯啊！香醋珍珠米加上新鮮刺身，真係好開胃，好食到停唔到口啊！話咁快就 KO 晒成碗飯啊！我都估唔到我一個人可以食晒。唔食海鮮嘅朋友呢，呢度嘅炸豬扒同埋炸蝦飯份量都好大，仲炸得好脆口添。大家有機會一定要嚟試下。第3間要介紹嘅呢，就係翻新咗嘅木字公廁市場啦。呢度嘅海鮮啊係保證新鮮啊，因為全部都係可以即叫即整噶。咁我幫襯嘅鋪頭呢，就叫做中真水產，不過見到價錢呢，就其實間間都差唔多嘅啫。咁呢一間鋪頭嘅店員呢，佢係可以用英文同埋普通話呢同你溝通嘅，咁成個 order 嘅過程呢，都非常之順利啊。咁我就揀咗一隻龍蝦同埋夜光貝啦，揀好咗食材之後呢，店員呢就會問你究竟你想係點樣去烹調呢一啲嘅食材，究竟你係想食刺身啦，定係想煮熟佢呢？或者一半刺身一半整熟都得嘅。咁揀好咗你想要點樣去食之後呢，店員就會帶你去樓上咧佢哋嘅店鋪坐低等食噶啦。咁喺鋪頭裏面呢，你都可以揀選佢哋餐牌上面嘅食物啦，主要都係一啲嘅家常菜啦，同埋沖繩嘅當地美食。等咗10分鐘左右呢，我嘅龍蝦刺身終於嚟啦！你睇下佢幾新鮮，隻腳仲喐下喐下噶。不過對唔住啦，龍蝦，我而家要食你啦！龍蝦刺身真係好爽口鮮甜啊！我都係第一次食到咁新鮮嘅龍蝦刺身，真係好食到停唔到口啊！另外夜光貝刺身呢都好彈牙，不過如果你覺得刺身好寡呢，都可以叫店員用一半嘅夜光貝用蒜蓉炒。不過我自己呢都係中意刺身多啲嘅，因為炒完之後呢個口感呢都比較韌咗少少啦，同埋始終刺身呢可以保持翻佢個鮮甜味啊，所以如果下次嚟食呢，我都會選擇翻原隻刺身咁上啦。
後一塊夜光貝，好珍貴。唉，食你啦！另外，店員咧都用咗半隻龍蝦啦去整呢個麵豉湯啊！麵豉湯加埋啲龍蝦肉同埋啲膏咧，令到成個湯都好鮮甜啊！第四間就係位於美國村嘅美兵店內啦。依間其實咧都係誤打誤撞咁樣走入去食㗎咋，但係估唔到食物質素咧都唔錯啊，價錢咧都唔貴添。就好似呢盤刺身咁啊，都係講緊港幣110蚊左右咋。刺身咧都非常之新鮮，擺盤都好精美。除咗刺身之外，呢度仲有好多當地嘅沖繩美食。例如沖繩出名嘅紅芋餅、黑糖煮五花肉，當然唔少得佢哋最出名嘅阿菇豬啦。我哋就點咗個阿菇豬壽喜燒，店鋪都好細心嘅，有詳細嘅教學方法教你點樣整。最後呢，我哋仲用埋啲汁即場整咗個炒飯添，估唔到有幾好食喎！最後一間就係古宇尼島哈哈車啦，今次已經係第3次去㗎啦。我記得疫情前大約3年前左右啦，佢都仲係一架哈哈車嚟嘅啫，隔離呢都淨係擺咗啲枱凳俾啲食客坐。而家已經發展到成座建築物咁大啦，你就知道呢度幾架勢啦。餐廳環境咧真係比我3年前嚟嘅時候擴大咗好多啊，有分室內同室外嘅位置。如果想望到更靚嘅風景，就一定要上天台呢一度啊。呢度可以望到古宇尼大橋，一邊食新鮮海蝦，一邊欣賞海景，你都咪話唔爽啊！我哋就嗌咗佢哋招牌嘅牛油蒜蓉蝦飯，另外個飯呢就加咗啲牛肉，仲有嗌咗啲炸物同埋沙律。蝦肉大大隻，咬落仲好爽口彈牙，加埋啲蒜蓉牛油真係太好味啦！雖然牛肉呢就唔係佢哋嘅主打啦，但係我覺得都幾好食喎。不過啲炸物呢就一般啦，所以大家下次嚟呢都可以唔使嗌啦。餐廳附近就係打卡熱點古宇尼塔同埋出晒名浪漫嘅心心石，大家食完飯都可以過去行下打下卡啦。好啦，今次就介紹咁多啦。如果大家有咩問題或者有咩好介紹，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啦。拜拜。